袁公子啊，我觉得呢，你还是示范一遍给我看比较直观一些。好。看好啊！我射箭快，速度特别快。哎，远一点，我害怕伤了你。远一点，远一点。看好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是京城守备府的公子，敢动我，小心你们脑袋！拿下！小香，带走。袁冲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快救救我！你怎么也被抓起来了？我猜多半是因为你。还是酸秀才聪明啊！哼，这里的环境不太好，所以本公子为各位准备了点心。你们这两位大男人就无所谓了。可是小霞姑娘身上的伤还没有痊愈，要是感染恶化了，可就不好了。东方石，你跟我听好了，你知道我们二人是谁吗？我是京城守备府的公子，他是当朝御史的长子。你若识相的话，赶紧把我们放了，我可以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要不然传到我爹那儿去，我爹那暴脾气，他能把你们东方家给拆了。我们只不过是发生了那么一点点的小争执，就拆了我东方家。东方家在荆州可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家族，每年向朝廷纳的税少说也有100万两。你要是敢拆我东方家，让皇上知道了，什么京城守备、当朝御史，哦，恐怕都做不成啊。小争执，你都把我们关进地牢了，是吗？有谁能证明是我把你们关到这里来的呢？哦，对了，这里是哪里啊？谁家的？哎，小霞姑娘，我不是要针对你，我要找的是联谊客。只不过很不巧，你和袁公子在一起，所以就只好暂时委屈你，把你拉过来跟他们两个一起受罪了。但是只要袁崇现在就告诉我联谊客的下落，我马上送你回朱府。我就是联谊客，我剑法如神，在芦苇滩的时候，你已经被我射伤了。怎么，苦头还没有吃够吗？就凭你也想办联谊客？你以为你的剑能伤得了我吗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在芦苇滩那天救小虾的人有2个，一个就是你，另外一个就是真正的联谊客。传闻联谊客剑术无双，看来阁下就是真正的联谊客吧？还找了一个帮手，可惜这个帮手力气有点差。黑凤，你那个是假的，我这个才是真的，一人对付1个。No。唉，如果袁公子还是不肯透露联谊客的下落，那我就只好朝这位白公子下手了。听说这位白公子也是满腹经纶，
在京城算得上是知名的才子。不知道如果少了个舌头，将来能不能够当个哑巴宰相呢？岳州，你当英雄我就成哑巴了，还有比咱俩更铁的哥们儿吗？我们相识20多年，传开弹库就认识，你是什么连衣客啊？东方石，有本事你自己去找，拿我们当人质，算什么本事啊？别看我，随便说一个地方。唉，看来找白公子没用。听说袁公子对小虾姑娘有些意思，那我就只好对小虾姑娘开刀喽。你敢！来，对小虾用点刑。住手！你为难一个小姑娘，你算什么本事？啊？你想死？我成全你。明日午时，你去我们救小虾的那片芦苇滩，我跟连一客已经约好了跟那儿相见，你去啊，看他怎么收拾你。好，希望连一客如你所愿出现在那个地方。但是如果他没有出现，我可不能保证那个酸秀才和你亲爱的小虾姑娘有好日子可以过。你这么卑鄙，你觉得小姐会喜欢你吗？哼，你们小姐喜欢我与否并不重要，因为我不想让我未过门的媳妇儿给我戴绿帽子，这对男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，明白吗？哦，对了，点心。怎么了，小霞？连一客在我家小姐那里。他终于去找他了。所以我先让你支开东方石，这样我才能想办法逃出去，通知他们小心东方石。来人，来人！哎呀，我肚子疼。哎呦，来人！少爷，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好，好，我本以为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是我的对手。连一客，今日被你占了先机，下次你可就没这么幸运了。谁稀罕你的臭银两？欠你家的银子我自会还上。你的武功、相貌，还有才气，都比不上连一客。不能跟他比，他也懒得跟你比。你除了滥杀无辜、威胁我这个弱女子之外，你还会干嘛？连一客，你射的这一箭，我定100倍偿还。少爷，有听到什么吗？小霞姑娘说，连一客现在在朱府和朱小姐在一起。另外，他们3个已经逃跑，我并未阻拦。有得到消息就行，留着他们也没用。他说连一客人在朱府，
那今天朱丫头有没有出府？没有。这些机关不怎么样，就是多了一些麻烦。东方使，你今天来了就走不了了。联姻科在这是我故意说给袁崇听的，虚则实之，实而虚之。你疑心太重，所以才会上当。你是故意引我来的？我看你挺有信心的样子。你以为这些破玩意儿真能难倒我？哼，你又会害怕？那你尽管试一试。什么声音啊？好像是小姐院子里的机关。那快出去看看他，别让他把人给弄死！哎，看这来人，这拉我走！哎呀！怎么样，死了吗？还没死，小姐，杀了他吧。哎呀，杀不得。杀他！杀不得呀！哎，丫头，你怎么把他伤成这样啊？他外公要是知道了，非得说咱们朱家背信弃义，而且还伤了他的外孙呢。哎呀，您别担心，这不是还没死吗？小夏，我就是警告他一下，谁让他擅闯朱府的？晕了，搞得咱们朱府好像菜园子似的，谁都能进来溜达一圈。丫头啊，你稍微悠着点啊，也别对他太过分了，毕竟他还是我们家的债主啊。知道了，老太爷。可是也不能对他太客气了，要不然他以为我们朱家好欺负呢。我虽然不能杀了你，替我们小九报仇，可是我也得给你小小的惩戒。我烫死你！行了，别太激动，伤了身子。我呢会把握好分寸的。这一次啊，除了要好好惩罚他，还要把冬季的事给一并解决了。你想到办法了？孙女我自有妙计，老太爷过一段时间就知道了。丫头，你的能力我是知道的。好，这件事我就不管了，眼不见为净。哎，这样我去太湖边上钓2天鱼。玩得开心点啊！你别玩得太过分就行。你外祖父害死了我九叔，今天你栽在我手上，我要为他报仇。小香，给我用10斤重的铁镣锁住他，我慢慢伺候他养伤。诺。少爷，你看，自从咱们宣布做了高山茶叶生意，兵命郡守不得克扣老百姓的银子之后，那些商人感激少爷牵线搭桥，老百姓也是高兴啊。从此之后有了谋生的出路。哎呀，现在整个东平郡到处都是喜气洋洋，都想来拜见您呐。东平郡穷了太久了，难得有一个赚钱的生意，老百姓肯定高兴。只是，这拜见就免了，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忙。那我就找些借口把他们推掉。语气客气一些，可别失了礼数。诺。长卿，可好些了？已经无碍了，所以亲无前来是跟长卿辞行的。我准备回明月山庄了。这些天我一直让亲信秘密前来王府，
处理山庄事务，的确有些不便。如今我身体也快好了，是该回去了。好，你凡事小心一些。有柳明月的消息，要第一时间通知我。长青，难道你就这么放心让我回去吗？柳明月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我相信在柳明月的问题上，你不会对我有所隐瞒。我是说，难道你就不担心我回去明月山庄会被柳明月的人所暗杀？长青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你既然已经决定回明月山庄，就肯定有足够的自保能力。你要遇到什么麻烦，可以随时通知我。不过我可提醒你一句，你这次回去，柳明月一定会有所察觉，凡事小心一些。我明白，长青，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少爷，其实啊，柳姑娘的病早就好了，她只是一直不愿意离开郡王府。你怎么知道？啊，那个，这王府都传遍了，说少爷您和柳姑娘情投意合。哎呦，我跟她没可能。对，不是小六，你什么时候成了长舌妇了？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些败帖你再处理不好，我撤了你总管职位。诺。参见大小姐，参见庄主。诸位免礼。谢庄主。师父云游四海，他老人家临走前命我为明月山庄新庄主。诸位跟随师父多年，与我也算是旧相识了，我就不和诸位客套了。师父托付明月山庄于我，而我也与东平郡王关系还算密切，官商联合，必能将明月山庄带上一层新台阶。庄主圣明，我等自当竭尽全力效忠庄主。好，希望各位能够一同齐心协力，我必不会亏待大家的。但若有人起了异心，胆敢以师父的名号作乱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属下誓死效忠庄主，如违此事，天打雷轰。属下誓死效忠庄主，绝无二心。如违此事，天打雷轰。恭喜大小姐荣升庄主。我虽居庄主之位，却无庄主之权。你别看他们一个个表面恭敬，但大部分人还是听命于柳明月。唯有他彻底消失，我才能真正掌握明月山庄。我已经依大小姐吩咐，我已经依庄主吩咐，彻查庄中还有谁是柳明月的心腹。这是查出的名单，请庄主过目。慢慢来，一个个试探。能为我所用的留下，不能留的杀了。诺。平儿，这些天我还需要你陪我演一出戏。我要让柳明月以为我的金针还未取出，让他认为我还在他的掌握之中。诺。好，小姐，这药啊，可千万不能让老太爷知道啊！她要知道了，她肯定扒我一层皮啊！你放心，我嘴严。小姐，
这可是10香软筋散，你要真要它干嘛用嘞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小姐，这是我花10几两买的药，最贵最好的。哎，小姐，这个药不能这么用啊！你放这么多，这药可会让人神志不清的。我就是要让它废掉。那你一会儿还是稍微回避回避吧，我怕老太爷知道了，会要了我的命。哎呀，你不说我不说，老爷怎么会知道呢？啊，万一那东方公子叫得太大声了，就说他是伤势未痊愈，痛的。臭丫头，你以为这样就能锁得住啊？想好整我的法子了吗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哎，我觉得有些奇怪，你被困在朱府这么多天了，怎么没看见你府上的人来要人啊？我以前天天贪玩的不见人影，府上的人早已习惯了。那我就放心了，还以为你脑子里憋着什么坏念头呢。没有最好。东方公子啊，我特地准备了杯茶让你润润喉。你想干嘛？我不喝，那杯茶肯定有问题。怎么会有问题呢？就是杯茶嘛。臭丫头，本公子上次只是扮小官逗逗你，可没有给你下药，你居然这么记仇！哎呀，严重了，东方公子，什么报仇呢？我这是在报恩呐！把解药给我，赶紧把解药给我！我给你。小丫头，小年纪，不知羞耻，你们朱老太爷怎么教的你？我就是不吃羞耻。不过有人不要脸的要入赘来娶我，相比之下，我的脸皮可是薄多了。吾偷入朱府，企图冒犯朱府总管朱寿，被当场擒下，自知罪大恶极，罪无可赦，罪有应得，无脸再娶朱府小姐，两家婚约就此作罢，并允许朱府分3次将欠款还清，每次间隔20年，东方10字。算你厉害。你要是不画押，明儿个我就找人把你的脸刮花。朱丫头，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呸！拿去吧。就凭你还想娶我？有字据为凭，要是你再敢乱来，我就让书斋刻印，满天下发放。那你为何不把欠的钱一并消了呢？那可不行，欠债还钱乃天经地义。你们家当年还帮助我们朱府渡过难关，我们是绝不会欠你们的。今天这是对你伤了小霞的回报。你要是再伤我的人，当心我真废了你。你总不能一直这样绑着我吧？就算我再贪玩，府上的人过几天一样会找到这里来，看到我被你这样绑着，他们如果发起难来，朱府肯定遭殃。这倒是件麻烦事。字据我都已经画押了，你为什么不放我走呢？我还没想好。你府上的人也没来找人，你急什么呀？老老实实待着吧。朱丫头，你马上放了我！朱丫头，朱丫头，
猪丫头，猪丫！帮我？猪丫头，看来你脸皮还是不够厚嘛。如果你只守着我，我就没机会了。这个仇，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报。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啊，那药量太大了，我担心他身体受不了啊。2个时辰以后叫我，我眯一会儿。No。你说，这九少爷平时都教导些小姐什么呀？这说法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？小姐这事儿确实考虑的不够周全。算，真是你们就闹吧，使劲闹！我跟你讲，要是出了事儿啊，朱老太太问起来，我可什么都不知道。怎么是你？猪丫头呢？哼，难不成他已经猜到了今天晚上会过来？小姐觉得公子虽然被铁链锁住，但公子的眼神太过平静，寻常人的好奇心你半点都没有，实在是奇怪。你们以为用了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已经是够绝了？我知道你们是用了药效最强大的10香软筋散来对付我，哼！殊不知，都是我东方家研制的。这一点小姐猜到了。小姐还说，东方公子是个有仇必报的人。如果公子今天能逃脱了，那么公子肯定会在半夜来找小姐报仇。我舍不得让小姐涉险，就在这里等东方公子了。看来是我小瞧了那个丫头啊。不过你觉得，你真的能拦得住我吗？我武功不如你，拦你做甚？公子请便。这外头肯定有危险，我偏不出去。你不出去，那我出去。你也不许走。小香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东方公子不让我离开。猪丫头，你在外面肯定布好了弩弓，我是不会上当的。李捕头，您都听见了吧？这个东方石不好好正经做生意，来了苏州府，以低价打压本地商家，还向那吴老虎以卑鄙的手段威胁，商家们敢怒不敢言。我朱府生意做得大了些，他竟然闯进我的闺房，企图不轨，还请李捕头明察，一定要帮小女子做主呀！朱小姐放心，本捕头定将那阴贼拿下。好你个猪丫头，竟然找来衙门的捕头来做证人，哼，亏你想得到。小姐小心，他们这边要出去了。小心啊，小姐！淫贼大胆，还请李捕头赶紧入屋捉拿。上！
夏，你还好吧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受了点轻伤。追！辛苦了。丫头，你干得漂亮啊！我正愁请神容易送神难呐！啊，他在府里养伤，就像养只老虎一样啊！我又不能把他怎么样。这回可好了，他们东方家呀，再不能理直气壮的问我们朱家要人了。这件事惊动了衙门，只等李捕头索他归案，传扬出去，冬季的生意可就不好做了。哼。苏州府的商贾早就不满冬季压价销售货物了，此事一出，他们一定团结一致，一致抵抗冬季。小姐这一招连敲带打，就算冬季关不了门，冬季以后也不能抵着朱府做生意了。还有呢，我已经让他签了字据，钱我们能慢慢还。想娶我，门儿都没有。真的？你看看吧。啊！小姐，这上面写的“东方石企图冒犯我”。你这写的，你放心吧，我现在不会把那字据流出去的。等到以后，若那东方石还威胁我嫁给他，我再流出去。没有将来。这小姐，你这份字据没有第三人作保，可是不作数的呀。可是有东方石的手印呢。他什么时候摁的？他不认你怎么办呢？难道老鸨子找姑娘还要找个中间人啊？当然了，是有衙人作保的。那咱们家和东方家签的字据呢？你太爷爷当时那是摁了私印的。我们欠东方家的钱，那即使没有字据，那也是一诺千金呐。就像他们家欠我们家的人命，那得如数奉还。哎呀，费了那么大的力，让小夏写了借据，结果居然不作数。难怪那东方石那时候那么痛快。你这。诸位找我何事啊？东方石，你昨夜潜入朱府，意图对朱小姐不轨，本捕头今日要拿你归案。上！慢着。哎呀，昨天晚上我一直都在花船里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根本不知道。你还敢狡辩？昨夜本捕头可是看见你了。是吗？那李捕头你可看清楚了。昨夜苏州河上所有花船姑娘和红牌老鸨都能替我作证，当时我人就在船上。李捕头，莫不是你看花了眼吧？我府上的小厮看来都被你抓去了，我劝你赶快放了他，别乱抓人。哼！还有，替我去告诉朱府，我要告朱小姐诬陷。诉状已经送到衙门，还请朱小姐到衙门去应诉。告我诬陷？东方石有人证证明他在花坊。对，东方石称，他昨晚在花坊喝了一夜的花酒，今晨才离开。花坊所有人都可以为他证明。当然能为他作证，那花坊就是他们家的。朱小姐可有证据？若有，这证人便不作数了。没有，是我大意了。那就有劳朱小姐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好，我就跟你去趟衙门。
今天两边已经把银子都给足了，这事儿就是和稀泥，也得把这两边的银子平安的装到肚子里啊！喏。升堂！堂下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民女朱朱，叩见知府大人。朱小姐，请起。谢大人。大胆东方使，见本官竟然不行礼！学生是荣德20年的秀才，请大人恕学生无需行礼。你还是秀才，不像吗？好，东方使，那本官问你，昨夜你在苏州河喝了一夜的花酒，为何李捕头亲眼所见你进了朱府？既然划船有这么多人替在下作证，那么会不会是李捕头看花了眼？大人，在下才是原告。我告朱小姐贪污在下，有损在下声名。大人，是不是该先审他呢？来，云大哥吃这个吧。德善妹妹，这些天多亏你能照顾我，要不然我身上这伤，真不知道在床上躺多久了。看到你一天天好起来，我也开心了。德善妹妹，其实你值得更好的男人。我飞云堡有几个好兄弟，云大哥吃这个吧，这个对你的伤口恢复有帮助的。他们的人品身世都比我。云大哥，别说了，我跟了你这些天，今天是我最开心的。我们好好吃饭好吗？这豆腐好吃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朱府孙小姐去了衙门，要当面和东方神医对质。听说孙小姐状告东方神医半夜闯入了朱府，这东方神医却反告朱府诬陷。这么精彩，那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，谁说的是假的呀？谁知道啊？这个只有等县太爷去判了。走，过去瞧瞧。走。要不我们去看看吧。听说朱府的孙小姐被连衣客劫走，我也一直想问问此事。今日正好我去衙门看看。好，那我和云大哥一起去。李捕头，昨日你可看清楚了？大人，昨晚小的亲耳听到，朱府的人口口声声斥那淫贼是东方公子，从书房里跑出来的蒙面人也承认自己是东方使，但是花房里有那么多人为他担保，也不排除有人假冒于他。李捕头为朝廷捉拿贼寇，一时心急没能看清楚，情有可原，此事就过去了。东方使，你也不要太计较了。大人，在下告的是朱府小姐，竟然指使他人假冒在下，以达毁损在下清誉之目的，请大人替学生做主。既然是假冒于你，那么朱小姐和李捕头定然一样，认错了。你有何证据证明朱小姐冤枉你了？大人英明，还请大人明察秋毫，早日将那淫贼捉拿归案。慢着，
朱小姐，你想撇清可没有那么容易。李捕头，我且问你，若不是你知道昨晚会有人进入朱小姐的闺房，你怎么会早早的守候在朱府呢？大人，若不是朱府事先安排了贼子，又怎么会清楚的知道贼会来？况且，朱府护卫众多，怎么可能连一个闯入朱府的贼子都拦不住？很明显的，这就是朱小姐安排了假冒在下的贼子，还找来李捕头作证，都是为了诬陷在下。请大人替在下做主。大人，前晚朱府突然有贼人闯入，幸亏府中小心防范，那贼人中了府上的机关，仓皇而逃。是在下请了李捕头来府上办案，守株待兔，这才守得夜入的贼子。而东方公子却口口声声说是我家小姐设计陷害于他，此话实乃无稽之谈。回禀大人，确有此事。好，事已至此，此事皆是误会。好，此案了结，退堂。大人请慢。